以下係李靜儀、梁孫旭、林倫偉議員以及本人嘅聯合表決聲明。本次修法從制度層面完善澳門居民跨境生活以及就業嘅社會保障安排，特別係針對性咁樣解決咗雙層式社保制度中喺深合區居住、工作或者就讀嘅澳門居民居澳日數計算嘅問題。相關措施預計可以惠及約2000名在合作區生活嘅澳門居民。同時，將申請社會保障制度疾病津貼所需要嘅醫生證明文件嘅認受範圍擴展至合作區，進一步完善區域院聯通嘅建設，具有積極意義。我哋對政府提出修改有關法案表示認同。同時，我哋期望當局持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嘅給付機制，優化社保嘅資源投放同管理，尤其應該進一步優化養老金調整機制，檢視給付水平與長者生活需要嘅匹配程度。另一方面，當局應該繼續完善社保雙層式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加強居民養老生活保障。根據當局嘅資料，現時已經加入央積金嘅僱員僅有3萬多人，仍有相當大嘅推動空間。期望當局出台鼓勵措施，加強央積金產品收費透明以及投資選項嘅靈活性等，提升參與意願。社會保障制度嘅長遠穩健發展有賴社會共同參與，當局有需要加強宣傳，鼓勵居民及早規劃退休保障，構建更加穩健嘅社會保障體系。多謝。